咱国内天狗类疫情继续的炭烧，台南昨新增加106例哦。今年疫情发生以来头一日超过100例病例。目前台南市计共有1961例。疾管署长曾林祥今仔嘛落南实际去了解天狗类防疫。另外，台北市的文山区又搁传出一个本土天狗类病例，这个病例最近无出国，嘛无去过中南部。今年天狗类疫情是真紧张。 不管是门口口的水沟，也是无人住的空厝啊，防疫人员拢详细消毒，就惊倒一位有老狗，害这炭白蠓佮继续生。台南23个增加106例天狗热，是今年疫情爆发了第一届，一日就破100例。全市嘛已经有1961例，提醒民众都要提高警觉。可以尽量不要让它有水，就不要有水。对啊，然后就是整个工地维持整洁啊。会是空屋，所以蚊虫会比较多。那我们可以消毒，让它减少。也会特别针对。 我们安南区比较多病例的16个里，来联合区块防治来画防火墙，希望能够将整个一个确诊病例能够控制下来。台南天狗热疫情自6月中爆发以来，病例已经要过2000例，而且拢是无共位时间咧炭。目前病例上侪是伫咧永康，第2是东区，第3是安南区，拢已经超过正情较严重的林德区。卫生局是再三呼吁防疫都唔通放零。这一次是第一线，非常的轻症，甚至很多的民众是没有症状。 所以呢，在导致于这个传播的速度会比较快，居家的巡倒清刷。除了台南的疫情咧炭，台北嘛佮增加一个本土天狗热，是一个住伫文山区60区的男性，最近无出国嘛无去中南部，伊是伫咧13寸正宗，20去9医通报采检较真，厝内人甲厝边隔壁目前拢无症状。第一时间就在文山区成立了急应变中心。 所以也进行了他居住以及周遭活动100公尺半径范围内的整体清消，发烧、胸闷、头痛或是肌肉酸痛等相关疑似的症状的时候，即刻就医。今日疾管署长曾仁祥最近嘛落南去看天狗热的防疫工作，强调今年的病例数是最近10年的第2多，全台湾嘛已经有2例死亡，千万都唔通搁结放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